怎么这么久？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马上就好了。你不要把手弄湿了。知道。你肚子疼？没有，那你捂着肚子干嘛？没什么。来，我帮你系上。不用了，马上就睡觉了。这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听话。好了吗？你干嘛？我帮你打个结实的。你系成这样，我脱的时候怎么解开啊？叫我啊。我打的结当然由我解开了。你现在要脱吗？你闭嘴！你的侧影配上月光，让我想起一首诗：什么？月色融融夜，花阴寂寂春。如何临浩破，不见月中人？你堂堂一个青年医生，居然还背过《西厢记》？我还背过别的呢。说来听听。解吾腰肢。啊，停！我不想听了。因此厌去。好了，干了，可以睡了。那你睡哪儿啊？我睡客厅吧。有客房，睡客房吧。我怕晚上你有动静听不见，你别管我。上次就是我睡卧室，你睡客厅。那希望以后不是。又来，你给我出去！你一个人能行吗？行，出去。